气候的改变影响到民众生活。这去年拄实的国家环境研究院，今仔日参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签 MOU， 希望在这个气候变迁时代，透过着这灾防中心长期以来的数据统计，研究出应对气候变迁、极端气候的方法，提升着咱台湾的韧性。枯水的时候非常的枯水，产生的大旱；台风来的时候大水啊，让我们淹水非常的头痛。极端气候地区这几年来可旱、高温、还有大水河做大水。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统计，台湾2020年超过35度的高温天气就88天，民众愈来愈感受到气候变迁的威胁。找到国家环境研究院参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签合作备忘录，共同想办法面对气候变迁。极端气候变成了我们风越风、枯越枯的整个天气概况，所以我们要好好进行这些应变调试的工作，将上有中央气象署所有的气象观测资料，把它转变为气象整个风险评估的冲击的推测。国家环境研究院是去年8月才正式成立的单位，其中一个任务是要正做气候变迁、环境治理等议题的智库。灾防中心长期进行灾防任务，扩宽希望透过灾防中心过去收集的气候数据，研究出台湾社会通面对气候变迁的方式。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他们有很好的资料库。那他们有很多在风险评估，包括灾害防救上有很多的风险地图，那这些对我们的调试的未来调试工作的运用有非常大的帮忙。国家环境研究院表示，透过灾防中心的统计资料，国款医通做出未来气候变迁的模型，而且气候变迁可能造成啥款的灾害，量早规划政策加面对的方法，也开发适应气候变迁的技术，强化国家面对气候变迁的韧性。记者郭文正最由台北报道。